因是咧小小意外，公车去弄到这个车牌啊停，这是发生伫新北市的汐止。昨下晡4点，有一个75岁的负责人伫等公车的时，这个司机呢驶离开时无细致，去弄到这个雨伞是，然后这个雨伞，当时坐伫遮这个负责人，规个人为椅仔顶面弹起来，造成伊脚有受伤。下晡4点外，公车来啊，人一个落车。 只是讲车停了伤近啊，要开走的时阵，直接就弄到公车、单车的所在，有一个查户病，本来坐伫遐单车70岁老大人，对椅仔跳起来，毋那是惊到个受伤。吓一跳，因为心里头毫没有准备嘛，因为我在低头正在做相片的时候，所以忽然就被弹出去，那我整个人就惊魂未定，想办法让自己要站稳嘛。事故现场即摆已经有封锁线围起来啊，麦当看到迄台公车马库米拉。 去用弄猫椅，而且去用弄到停车迄个所在，规个歪角变形，随时都有可能会崩起。这不是第一摆发生意外。常常会被撞到啊？为什么？设计没有那么好啊，支撑的地方很靠近路缘，前面的后视镜就会轻轻顶到它就。 遮的人行道无平，足侪人伫遮跋倒的，佮加上查户病伤突出啦，车若停落来，佮弯伤近，就可能去弄到。无法度抓准距离，可能是常常发生意外主要原因，是毋是设计有问题？相关的单位可能要重新来规划。